一個足球遊戲，係第二個足球遊戲。之後俾唔同嘅角色啦，一開始呢隻咁我都解鎖呢隻就玩呢隻俄羅斯加納啊，我覺得係。打呢啲咧就可以解鎖角色嘅。暴力足球。呢隻 game 都好耐嘅其實。shit！ 死啊！好似領先咁。喂，唔好暈啦！翻少少再嚟個唔使驚。救翻佢！哇咁咧，複雜。其實我就教大家點樣複製啦，即係想跳落。如果係嗰啲高空嗰啲技能咧，就撳個跳嗰個鍵啦，之後再撳兩下 kick 就得。但有時都睇下。又係啱啱咁，唔可以再輸啊 ！Yes， 好大，當我哋冇講過算啦。又係輸一球。再嚟講，我一定要贏到俄羅斯。俄羅斯好廢啫。好憎啲波上到打晒嗰啲時間。呢個咁發等你啊！機會3球19秒嗰種，冇可能。
輸都要輸得好睇啲。唔使驚，再報仇。一球啫。頂！超神都出咗界啦，真神。不過問題呢個遊戲唔係真神。踢波你踢人啊！有種啊，再近啲啊！哇，夠到！哎呀，頂唔夠快！我踢人嘅，踢人哋踢波啊！2018年世界盃先。2分啫，一定追到，係有可能追到咯。頂你啊！有種啊！你又再控啲，咁狗嘅。慢慢咁入場，好阻曬時間，仲有4秒入埋。屌啊！依家可以打 yes 頂！又輸1分。